大家好，我係潘主任。我成日喺操場見到啲家長愁眉苦臉咁行過嚟同我講：主任啊，我個仔溫書好似屁股生瘡咁，坐唔夠10分鐘就扭嚟扭去，係咪佢根本無心向學啊？家長朋友們，我明白呢種辛苦，每日收工返到屋企，仲要同仔女角力，真係會覺得好攰、好無助。但今日我想幫各位小朋友平反一下，其實從腦基礎學習 BBL 嘅角度睇，仔女錯誤定未必係壞事，反而係佢哋嘅大腦喺度求救。當小朋友長期坐喺度唔喐，大腦嘅血流量會減少，氧氣不足，專注力自然會直線下降。科學研究發現，當我哋喐動嗰陣，大腦會分泌一種好神奇嘅蛋白質，叫做 BDNF。我成日叫佢做大腦肥料，因為佢可以幫手修復神經元，促進記憶力。而喺啟發潛能教育 IAI 入面，我哋強調人物嘅重要性。如果你可以成為一個理解佢生理需求嘅家長，而唔係單純嘅監工，你同仔女嘅關係就會完全唔同。所以我建議大家，與其逼佢坐定定，不如試下下面呢3個做法。第一，溫書前先嚟個大腦熱身，唔好一返到屋企就叫佢入房。試下喺開始溫書前，同佢一齊做1分鐘嘅開合跳或者原地跑。你可以同佢講：見你個腦好似有啲塞車，我哋一齊跳30下，幫大腦叉下電，睇下邊個跳得高啲。呢個動作可以瞬間提升心跳率，將含氧血液泵上去大腦。第二，背誦內容要邊行邊記。背英文單字或者詩詞，唔一定要坐喺凳度。你可以帶佢去樓下散步，或者喺屋企客廳行嚟行去。腳步嘅規律節奏可以激活小朋友嘅小腦，幫助大腦建立節奏記憶。你可以同佢玩個遊戲，我行一步，你背一個字，睇下我哋行到門口背完未？第三，建立動態休息時間，每溫習25分鐘。就俾佢有5分鐘嘅微運動，唔係叫佢去睇電視，而係叫佢幫手抹下台或者收下衫。呢啲簡單嘅肢體活動可以讓大腦進入擴散模式，喺休息嘅同時，默默地將頭先學過嘅嘢整理好。家長朋友們，請記住，學習唔應該係一種束縛身體嘅刑罰。當你願意俾仔女動起來，你會發現佢哋嘅專注力同心情都會好咗好多。我係潘主任，我哋一齊喺陪伴仔女成長嘅路上穩步同行。我哋下次見，謝謝大家。